故事：小明看醫生。小明喺學校踢完波返屋企嘅時候，覺得好肚餓，喺台面度見到4件蛋糕，於是佢即刻食咗件蛋糕喎。媽媽見到就話啦：小明，小明，唔可以㗎，你未洗手食蛋糕，好容易將啲細菌食落個肚度㗎。小明聽完之後就話啦：我咁強壯，唔會有事嘅。到咗晚上，小明覺得好肚痛，媽媽見到就好擔心，就話啦：小明，梗係頭先你冇洗手食嘢，所以而家肚仔痛，不如我帶你去睇醫生啦。去到診所，醫生就同小明檢查，就話啦：小明，你有少少腸胃炎，食咗藥就冇事㗎啦。返到屋企要多啲飲水同埋休息，仲要記住下次食嘢之前要洗手。小明聽完之後就話啦：醫生，我知啦，我下次一定會洗咗手先食嘢。唔該晒。朋友，故事就講完啦。不如你試下根據呢4幅圖講故事俾爸爸媽媽聽啊！再見。